来看中春餐先生嘅表演咯。唔啲今晡日春餐先生會為觀眾朋友帶來乜嘅精彩嘅大作業賣嘴巴咧？你哋一下是強下落去看一下。阿水北，此时此地大体日，黑幕好处嘅是唔飛機，機教育是唔當主義，三不唔是老來要看到幾個面前講道理，我講來啊！廿80度呢個年紀，我遲到人生才係唔係按容易，先不講個道德規矩有幾多，有一事你是千萬要注意，在社會上。國沙七家顧七家，都到時切體好家族唔啲別論講。你看到有人嚟成日都對到咧，千萬唔好搶講就是副機。爸，個副機唔係好事咩？係吧？個檢查家咩經過都看到，天出去霸道係你送機。哦，這個別論講。隔壁鄰舍斜火燒，你咪千萬唔好走過去。爸，你又係乜嘅原因啊？檢查家不下貴港人全部本消息，冇人做證。你走過去，拍沙還未發到黑衣上嚟落去偷東西。哦，我講嘅呢度全部你有記起來嗎？爸，你講嘅呢度全部我都是地流。係啊，我又是錯咧。突然間。阿水北皮到從然就乜嘅東西出貨啦！你係乜嘅東西出貨咧？阿咩原來阿水北根本一着一套新嘅西裝褲，佢冇注意，切家雪人嚟人事實跌落佢嘅褲腳去，夾老火，落佢kiếm舞台，太馬來ở木字田嘅高帽子啊！你木珠上到哪位去？我嘅褲腳出貨你冚啲。爸，我有看到啊！看到還唔同我啲，你講，你呢一款做法係乜嘅想法，乜嘅道理？爸，你係唔同定義啊！你係講老二講了，你咪翻譯，我係翻譯乜嘅？你翻譯的認識係我跳跳老幾攤下去，做麼子啊？